人发热，有人发寒，有人惊寒，有人惊热，有人寒人食冰，有人热人长地泡温泉。有人发热，有人发寒，有人惊寒，有人惊热，有人寒人短裤，有人热人则在穿长衫。听讲有一种妈妈的歌，听讲有一种妈妈的歌，叫三几度小可爱读外读啊，叫热到要死，妈妈也是感觉你的歌。